依家時代唔同往日啦，連小學生都有部電話喺身邊啊。喺玄學角度，電話號碼磁場對人生嘅運氣有80%嘅影響力。如果你都想第時小朋友前途有更好嘅發展，你一定要聽到最後啦。上個月有位媽媽嚟揾我，話佢個10歲仔近半年學業直線下滑，每次去補習，老師都話佢有做齊練習，但學校成績都唔見效。嗰位媽媽形容平時喺屋企好似對住一個失控嘅小宇宙，同佢溫書嗰陣點都教唔入耳，又坐唔定。各位媽媽呢，其實有啲小朋友呢，唔係冇能力，而係因為磁場不穩，難以集中精神。根據數字能量學分析，咁如果小朋友嘅身份證或者電話號碼中出現咗貴人加桃花或者變化加桃花組合，例如283、392、416、638、742、816等等，會導致小朋友思緒分散、貪玩易受誘惑、內心冇定力。尤其電話號碼帶住貴人加桃花磁場，個腦會習慣跳通，學習成效自然就好難集中啦。幫佢分析之後呢，見到佢個仔電話號碼帶有28163組合，即係貴人加桃花加變化嘅雙重影響，配合埋小朋友本命數字，將電話號碼改為成功加財富嘅穩定組合之後，2個月之後，連學校老師都讚仔仔上堂專心咗，仲開始主動舉手回答問題。如果你都想你嘅小朋友安定落嚟，就要由源頭磁場調整嘅。記住，用錯號碼就好似每日用錯嘅學習方法教佢。我哋有2小時國際玄學數字線上分享會，有機會同其他一齊為小朋友揀好嘅風水 number。咁位置有限呢，就快啲點擊bio 連結報名啦。我係 Jack Mac 教你改好風水電話號碼。